这是我们跟荷兰在台办事处以及文化部、台北书展基金会以及荷兰建筑事务所 MVRDV 共同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原本是在台北书展，然后有一个荷兰主题国展。那这也是台北书展的这个展览第一次移师到这个其他县市来做展出。自从1624年这个荷兰人到台南建立了这个热兰遮堡以来，那让台湾正式的迈入国际贸易的一个版图。那所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所以今年台北书展也特别将荷兰定为一个主题国。策展的一个理念大概就是区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那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呢，因为这大航海时期有许多的制图，所以当时有留下了许多航海的地图。那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稍微找到一些台湾的踪迹。那所以在第一个展区呢，我们是介绍1624。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展览主要是要呈现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的外面呢，就是呈现了8位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包括他们最畅销的作者，以及甚至有一位是荷兰的汉学家。那未来呢，其实就是儿童，所以在未来这个展区呢，展出的就是他们的一些亲子的绘本，那以及儿童的文学家。那在这一圈里面，我们也介绍了许多的荷兰当代的一些文学的绘本作家。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北书展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其实主题展这从来没有移展过了哈。那因为今年主题展其实是荷兰展哦，那台南400其实反映的其实是台南跟过去的历史其实跟荷兰有很深厚的关联哦，所以其实是我们有共同交织的历史。然后我们同样是海岛的国家，然后这个重视科技发展的城市，那以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环境永续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其实荷兰馆跟台南400有很深的可以彼此对话跟借鉴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把它移到总图这边来。那希望对于荷兰这个国家有兴趣的市民朋友，或者对于台南跟荷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一个交集的民众呢，能够在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市立图书馆来来看待、来欣赏、来参观我们这个荷兰馆的展览。另外是今日欢迎收看4月15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台南市政府在頂個月的公告將配合中央海水淡化廠的工程，拍算變更嘉義區的都市計劃，將土地用來設立蓄水池，不過卻引起當地反彈。民眾煩惱靠近主題區會有噪音等污染，所以堅決反對。對此，立委郭國文甲林俊憲邀集水利署等相關單位來會勘，希望創造地方雙贏的解決方案。最後先決議要求中央另外找地點興建。這片在嘉義嘉西路西邊大約1公頃的都市計劃用地，就是經濟部在將軍規劃海水淡水廠以後，佮打算在這興建自來水蓄水池的地點。不過因為靠近主體區，民眾組成自救會堅決反對。因強調，不是反對國家建設，而是對的建設愛起在對的所在。支持中央政府對於水資源開發這個用心，我來全力支持。但是愛選擇所在，愛用心的去講，這個對咱地方無影響到。這個區域呢，拄好是安西里的中心。這個安西里的中心，你也設立蓄水池，會影響到未來所有咱大嘉義的都市計劃發展。等對來反對，其實冇贊成拍算發起連署的意見。快農業區其實幾十年來都已經沉浸在那邊，都沒有發展的餘地，因為那個農業區它是不能變更的，根本沒有辦法變更成為那個建地嘛。那他們現在反對的理由就是這個地方如果建了水池的話，永遠發展不起來。但是那我就想那你如果在水池的周邊給它建一個嘉里區這邊有那個農特產品，
的一个直销中心话，我是觉得马上就会发展起来。面对民众真情赞成、反对两边意见拢有，立委郭国文甲立委林俊宪邀至经济部水利署等相关单位到场会勘，并听出简报，要求中央一定要持续甲地方沟通协调，并估出上好的地点才来公布，避免无必要的纷争。任何的公共建设当中呢，免不了会有一些选址的问题。即便你是政策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政策，你也应该用好的方法、对的程序，这样才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认同。如果当人民没有办法认同的情况底下，诸多的公共政策其实都有它的困难度。你要起这，我无来反对。你伫水尾，你讲较减水，但你要起一堆，你问我袂起啊？你后这地方无你问者，你就多看，你要画落地，要起落地。这你人家接受，你对地方当时你也较无了解，所以这个所在很临近主题区，迄实在是无啥适合。民众既然大家很悬的高度民意的强势要反对，这个代志，按照郭国文委员的甲经济部讲到即嘛，我们第一个结论就是另外找地方嘛。对此，经济部水利署副署长嘛承诺，地方所有意见因拢有听见，将持续甲地方沟通，创造双赢。但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大台南凌霄宝殿武良宫14号举办文昌帝君祈福法会，并颁发奖助学金予区内优秀学生。会中总共超过600位对国小到大学学生参加，嘛纷纷过状元桥，希望金榜题名。文昌帝君金榜题名，光明利禄祈福大法会由总洪汉道长主持，武良宫主委王大明以及参与的各校校长担任主祭官的上香，学生则是双手合掌虔诚来祭拜。参拜学生伫道长的带领，行过金榜题名状元桥，并点上珠璽开智慧，搁较向东征，将愿望传达到天庭，意思是相当的特别。敲，哇，这好美啊！这挺跟周子瑜啊。敲。为了下一代会更好，为了明天会更好，所以这个心得大慈大悲大爱。发起讲爱办文昌帝君来祈福后人的。主委王大明表示，武良宫每当4月拢会举办文昌帝君祈福法会，除了有学生参加，还有考专业证照、求职场升迁，甚至有做生意的民众嘛会来参加。另外，今年奖助学金颁发对象，这是永康区的3间大学，以及关庙、良家、新市、永康等地区的侪间国中小学以及高中，总共31间，有超过300名学生受奖。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就歌唱系列的郭宗佑甲杜新田12号来到创世基金会台南安养院，带用歌声再来欢乐闹热的气氛。重点嘛是要替因的园游会来宣传，希望号召更较侪人来做爱心。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每当拢会举办公益园游会，但正因疫情的原因，曾经暂停2档。现在疫情趋缓，活动决定再次开办。创世台南分院为了向市民大众报告这项好消息，伫宣传记者会上邀请真侪爱心单位来协助宣传，甚至连艺人歌手也做伙来献唱热听。这是我向来对你的思念，请你长的时间，我有我坚持一个人，所有的困难我家己承担，无需要人知，就用心认真对待，面对空空有的路途，不惊阻碍，用青春换最爱，用真心陪伴你看世界。去年10月份在台南这边录综艺大集合的时候，就是可乐他们
有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啊，对，然后就是因为那一面之缘嘛，他这次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我当然就义不容辞，因为平常就很喜欢，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大哥瓜哥很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非常踊跃支持这么有公益的、这么有爱心的活动。那4月27号当天呢，我跟钟佑也都会一同到园游会的现场，那唱歌给大家听。那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到现场来听歌，然后一起。刚刚有听到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对，然后也一起做公益。除了演艺界朋友献声力挺，长期帮忙的上沃企业也现场捐出10万块，帮助创社的安养服务。那我们这一次上沃社摊的义卖比较特殊哦，我们有很多的家电，还有很多的宝贝，然后那些就是由我们的民众价格自己定。如果你喜欢，就把你想要的东西就带回去了。好，那当然我们会把所得一切都捐给创世基金会。另外，台南华裔扶轮社社长谢新惠也带领社友做伙来捐献，同时更捐出88000块，希望会当抛砖引玉，吸引更多人做伙来参加创世园游会。我们华裔扶轮社的话呢，社友都很支持这个创世基金会的一些活动跟建设所需要。所以呢，这个园游券这边的话呢，我们华裔扶轮社的话呢，就一起捐助一个88000元的园游券。哇，太棒了！现场就捐赠88000元。创世基金会爱回来公益园游会，4月27日下晡2点，将伫咧小北新工业市广场举办。当天会有80到100担爱心单位参与，不但好食又阁好耍，同时更具有关怀意义。创世台南分院邀请大家做伙来做公益。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湾台顶、朱丽顶加仁爱大理每下张嘉玲建筑师事务所，要为台南加油的生活助力来尽一份力量。事务所特别捐赠将近4万块的民生物资，给加油服务中心，也互因亲亲感受到社会温暖。台南火车站附近的加油非常多。社会局伫今年2月成立加油生活助力支援服务中心，伫议员仁爱大理的牵线之下，议员陈怡丁、朱丽丁门下张嘉玲建筑师事务所捐赠一批物资给加油。毕竟街友的问题也是每个城市潜在的问题，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有这个社会局有这个方案，让我们街友可以在中继站沐浴休息。中继站刚刚成立，2月才成立，所以很多物质上还非常缺乏，而且很多民众其实不知道有这个中继站，所以很感谢我们建筑师事务所的爱心，然后捐赠了这一批将近4万块的物资。希望把这份爱能够传播到我们的社会大众里面，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的街友，让我们的街友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让社区能够接受。而且能够进一步的致力。社会局指出，这个所在是全台首创免费提供家友洗身躯、洗衫、物资以及就业门下等整合性的服务中心，让家友两早回归社会。但伊丁议员表示，伫2位陈天贵的支持之下，期盼当抛砖引玉，让各界来关怀弱势族群。台南新闻协会采访报道。嘉义高中迎接创校100周年，盛大举办募款餐会，餐会来了600多名的校友甲师生，相当的热烈。其中有高龄96岁校友张碧霞女士带大家唱校歌，嘛展现嘉义优质美丽传承。嘉义高中历任校长加红毯入场，退休教师、校友会、家长会甲毕业校友全拢到齐。环境母校100岁生日，除了2位陈天辉亲自到场，知名广播主持人嘛录制影片送着祝福，连市长王伟体嘛来庆贺。今年也2024年是嘉义100，也是台南400。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么重要，我们百年校庆跟我们所有的老师，还有学妹、学姐们一起见面。我是74年毕业的蓝轩，很高兴在今天可以获邀在这里呢，祝福我的母校100岁生日呢，生日快乐！为了欢庆8档校庆，嘉义校友会、家长会甲文教基金会办理一连串的庆祝系列活动，
同时推出校庆周边文创商品，并联合金门酒厂发行纪念酒。那校友们呢，如果订购这个棒球外套的话，这里会绣上毕业的级别，那以及我们100年校庆的 logo， 都非常的欢迎我们所有的嘉琪校友们踊跃的认购。那我们也借由募款的这个活动，就是说你表达一份心意给母校，我们可以帮助母校的活动规划，还有学弟妹们的一个奖励金的部分。透过影片会当看到以前家济高中的模样。8月学校将办理返校日，邀请退休教师甲毕业校友重温课堂的风景。伫12月7号，更有8档校庆的庆祝大会，被邀请所有的校友来见证家济行过一世纪的风华。台南新闻小块采访报道。两位强调拢毋是艺术家的兄弟陈冲图甲陈冲，毋过因所创作的作品都让完全无同的风格，共款的是艺术界拢有高度的评价。即马两个人首次的联展，嘛是纪念台南400联展。4月13号正式伫云非凡美术馆展出。开幕式当中，艺文等各界贵宾拢踊跃收听，场面盛大热烈。外号一刀一流的创作者陈冲，用刀画漂流技巧所呈现的作品，艺术界都有高度评价。在经历人生变化其实才开始的心情，他用地球千万年的岩石和变化多端的宇宙为主题，要来传达他内心的想法。特别的是，他不是用笔，也不是拿工具去画，而是运用自然流动变化而成。在和哥哥陈冲图的首次联展，两个人也难得拥抱，相当温馨。陈总的要求说兄弟联展几乎不可能，所以他们压力大。谢谢你们。最重要的，我今天跟我大哥的联展，没有他，没有林伟网，就没有可能我今天的这个机会。在这里可以要求我大哥，大哥。可以抱一下吗？身为建设公司董事长的陈冲图，因为热爱艺术，除了透过画笔来疏解压力，更透过富利家族持续推广艺术，将艺术融入住户的生活，强调开心就好，大家都是一位创作者，希望营造全民艺术的目标。建筑的话是要正规，而且规矩，而根据建筑法规来画。那做这个话，很高兴的说，你也使学评为为人为背为哦，学评为倒变工比较紧。那建筑这个要很规矩的哈，那结构重不重要？格局重不重要？法规、城市原理重不重要？都很重要。所以作画真的好师上身心，又有可以有生养，又有塞皮肤工比较紧。当然我也心灵很好哈，所以哦，如果在座的哦，全球卖。我没咧搞，我先没咧搞吼，你可以教你那个哦，足定的让每个都可以变成画家。4月13号当天，陈冲图和陈冲兄弟党的联展开幕式，包括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前副市长戴谦以及美术馆馆长林秋芳等艺术界贵宾云集，盛赞两人运用自己的生命经历所呈现截然不同的风格，令人惊艳。我们的这个联展应该是非常具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在台南再次恭喜我们大家跟我们今天刚刚的这个策展的部分感谢大家今仔当做伙来享受一个当时跟你讲的人心欢喜就好，咱会当伫画作内底看到出人心意两个人风格有非常大的不同。那我感觉到两个人的性格也很不一样，一个是非常内敛的，一个是非常的爆发的，他简直就是丢了一个原子弹到他的那个心脏，然后就爆出来这样。那我感觉到说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两位创作者，两位作家呢，他们都很希望是什么？冲哥是希望做一个绘画学校，对不对？就是玩画学校。那我们的这个陈大哥呢，很希望是走一个全民艺术，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的飨宴。宇宙之美，千言万语的兄弟联展，自即日起一直到6月16号，
欢迎大家用轻松快乐的心情，一起来感受画作所传递的千言万语。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你敢知这消息是安怎影响台湾的社会？尤其总统大选期间，民间阁是安怎应应？对此，台大新闻研究所甲总家宽屏合作举办论坛，希望透过学术甲实务的交流，点出面对假消息的挑战甲心得。台湾过去长期受到中国假讯息的威胁，总统大选期间更有层出不穷的假讯息充斥在网络上。不过，台湾民众有因此受到影响吗？台大新闻研究所携手中嘉宽屏举办论坛，针对总统大选期间的假讯息因应之道来做分享，并首度发布对此议题的英文报告，盼让全球关心这场总统大选民主社会如何继续维系的案例。短期之间，我们并没有受到，比如说选举有这个什么所谓的作票的假新闻，有所谓的赖清德有私生子，甚至于有所谓的蔡英文密使的种种的假讯息。我们的民众当然很有智慧，并没有受到这些虚假讯息的影响。可是我所关注的是，第一个，台湾人民现在高度的使用抖音跟 TikTok 这个受到演算法以及中国言论控制的平台的影响。那第二个是长期在网络上的误导性的论述，不管是对中国的立场，对于反美等等的言论，长期也会影响台湾人民的认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在面对假讯息攻击时，公民团体以及媒体又是如何因应的？论坛邀请学界以及从媒体业访问而来的处理方式来分享台湾如何防卫这些攻击。那什么样的行为不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呢？例如说，今天我 po 一个文，然后在场所有人在1秒钟、2秒钟之内就马上回文的话，而且不止一次，我今年一整年我这样干，你就马上在很短时间内就回文。那明显你要说我们不认识，也不太可能。假设如果相同的 narrative， 它一开始出现在国台办啊、中国外交部啊，然后被稍加调制之后，把它引流到 Facebook 或者是 Line 的这个群组里面。那而且它也不是只有一次，如果它是 continuous 你都这样做的话，我们觉得这个 content 是相当可疑的。第三叫 metadata， 就是后台的资料。那对我们来说，什么是 metadata 呢？就是你会发现有一群人他账号被 create 的时间，被创造的时间，通常都是那几天嘛。所以我们从这3个部分来确认它是不是我们讲协同团体的一部分。当时我们在访谈过程当中就提到，其实就3个原则，我们采用的内容，就是只有三种才会用。第一个是候选人本身的说法，就是确定是由候选人所说的；第二个是竞选团队办公室的网站或者是官方的脸书，那还有他们官方的本专等等。所以用这3个方式，就很快的可以杜绝所有假讯息或者虚假讯息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混淆的状况。以央社来说，他们碰到就是的确我没有办法在质跟量上面能够 catch 到现在 AI 生成假讯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怎么办？第一个当然是我们会看到说相对于后面的商业媒体，他们有一个商业的压力的时候，那他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措施，也就是只要假讯息没有被证实，或是没有被端上台面来被否认，这时候先不要报道，这个也合理，因为它就是未被证实的讯息。虽然假讯息暂时不会对公共论述或政治决策产生直接重大影响，但长期以往是否会影响关于国家认同和全球地缘政治的讨论，还有待观察。记者翁俊台北报道。感谢收看4月15号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